Daisy，今日同你介紹呢個位於西沙路530號嘅帝琴灣。帝琴灣總共分開咗兩期嘅，一個叫海琴居，另外一個叫海園居啊。我而家就係位於一個海園居嘅一個1031尺，總共3房1套，再加個工人套嘅單位。哇！呢個單位靚仔啊！你望到呢個落地玻璃窗啊、客廳啊，呢個前面馬鞍山嘅淡水湖海啊，哇！海景、山景，呢度再加綠油油嘅山，哇！呢幅畫真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啊，呢度咧行過去呢個高溪山馬鐵站啊，15分鐘就到啊，真㗎！我啱先行完過嚟嘅啫。如果你唔中意行路，揸車都得，因為而家單位係連車位一齊買嘅，非常之性價比高啊！唔中意揸車又唔中意行路，呢度自己屋苑有2班嘅shuttle，一個就去馬鞍山中心啦，15分鐘；一個咧就去呢個沙田嘅新城市廣場，20分鐘就到啊！交通其實非常之方便嘅，最主要呢度環境真係好舒服啊！咁啊又性價比高，尺價1萬多啲就可以買到。帝琴灣係1998年入伙，樓齡有26年啊，發展商係新鴻基地產。地址咧就係位於香港新界西貢，喺當年嚟講咧，呢度屬於一個比較偏遠嘅地方，咁啊，所以咧發展商設計咧就全部係大單位，連車位一齊出售嘅，所以呢度啲業主基本上都係揸車出入噶啦。經過咁多年嘅發展，香港啲地鐵線就非常之發達啦。咁啊，呢度而家距離屯馬線烏溪沙站呢，行路8至10分鐘就行到嘅。咁所以講，可以呢度而家係正宗大王，性價比亦都非常之高啊！1000幾尺，1200幾萬就可以買到，仲要連埋車位。如果你睇過呢條片，中意呢度環境，中意咁大屋咁樣嘅價錢買到嘅，你留言俾我係 Daisy。我電話係92070684，或者加我微信 D920706。